Hello，大家好，我係 Glimmery Joy Studio 嘅 Miss Yula。Glimmery Joy Studio 咧係有兩位在考小過程中身經百戰嘅媽媽所創立嘅。我哋知道呢個過程對於小朋友同埋爸爸媽媽都係一場挑戰，同埋要經歷好多困難。我哋希望可以用過來人嘅身份支持家長同埋小朋友完成呢個過程，同埋咧可以喺中間畀到小朋友有所成長。咁今日咧，我哋就想做一期特別嘅節目，係想同家長介紹下如何幫小朋友咧準備小一面試當中嘅看圖說話呢一項技能。咁好多人講起看圖說話咧，都會將佢變成一個關於表達嘅項目。其實咧，喺表達以外咧，看圖說話其實都考察咗小朋友佢嘅對於故事、對於圖片嘅理解能力，同埋咧將自己嘅理解、將自己想表達嘅idea 用一種 logical 嘅方法組織起嚟，然後最後一步先係表達本身。所以當我哋講起看圖說話嘅時候咧，其實家長唔需要急住幫小朋友去真係同佢 train 講嘢呢一件事，而應該從其實佢嘅理解能力開始。當佢嘅理解能力同埋佢嘅組織能力去到一定程度嘅時候，再開始看圖說話嘅呢個訓練呢，個效率就會提高好多噶啦。咁點樣先可以幫助小朋友提高佢哋嘅理解能力呢？其實最緊要就係家長畀啲耐性，畀啲時間陪住小朋友讀書啦。喺陪佢哋讀書嘅過程中呢，可以着重介紹事情發生嘅先後次序，首先咩事情，然後乜嘢事情，同埋呢可以介紹下唔同事件嘅因果關係啦，人物嘅感受，你係點樣知道呢個人物嘅感受嘅？係從圖片當中佢嘅面部表情啊、動作啊，定係從情節嘅發展推斷出嚟嘅？定係喺呢個文字當中嘅細節感受到佢嘅唔同嘅感覺呢？同埋呢，可以介紹下故事嘅結局，係開心嘅結局啊，定係唔開心嘅？喺呢個故事中，我哋學到咗咩道理？除此之外呢，家長仲可以有選擇嘅去着重介紹下故事當中嘅細節。呢個係有幫助小朋友喺之後做看圖說話嘅時候，可以揾到一啲令人眼前一亮嘅細節。同埋咧，可以多啲引入同現實生活中相關嘅一啲聯想啦。咁樣可以幫助到，尤其係幼稚園階段嘅小朋友，更加容易去理解呢個故事書背後想表達出嚟嘅道理。咁當然一開始係由家長去講㗎喇，咁等到小朋友咧對於呢啲情節、呢啲詞彙有更加多嘅理解嘅時候咧，家長就可以開始由提問嘅方式去引導小朋友進行一個主動嘅思考同埋回答。咁呢度咧，其實我就攞咗一張圖啦，係我平時同自己小朋友講故事當中會用到嘅一張圖，嚟做一個例子啦。呢本故事咧就叫做A Little Princess Story。I want 2 birthdays， 係講緊一位小公主咧，佢就好想一年365日咧都過生日。結果咧，最尾因為周圍嘅人，因為佢成日過生日啦，都趕唔切準備禮物，亦都冇錢買禮物畀佢，所以就越嚟越少人咧同佢開 party 慶祝㗎啦。咁屏幕上嘅呢一幅圖咧係講緊小公主佢開住一個生日 party 咧，但係冇人嚟喎。佢就話 Where's my present, Gilbert? She asked. Haven't got one, 'cause I'm only a toy bear, said Gilbert. 咁當我同小朋友咧讀完呢一句說話嘅時候，我就會問佢咯，你覺得小公主而家個心情係點樣樣噶？其實佢個心情可以好複雜噶，佢可以咧係好傷心同埋好失望，因為咧冇人同佢慶祝。佢可能會覺得好孤單，因為咧得佢一個人喺呢個生日 party 上面。佢可能會覺得好迷茫，好奇怪，點解大家都唔再嚟我嘅 birthday party 嘅咧？咁呢啲感受咧，其實係同之前嘅故事情節相關嘅。同時咧，我哋都可以引導小朋友去觀察下個圖片。譬如話呢個公主啦，佢用一隻手咧托住佢個面珠，然後咧佢個嘴巴同埋佢個眉咧都係向下彎嘅喎。咁通常咁樣嘅表情就代表一個人其實係好唔開心嘅狀態㗎啦。
除此之外呢，我都會拎咗一個細節出嚟問我嘅小朋友啊。我就話呢，你覺得呢個 Gilbert 呢隻熊其實佢係咪真係識講嘢㗎？咁我個女呢，就話佢覺得唔係㗎，應該係小公主想像出嚟㗎，因為佢自己嗰隻玩具熊呢都唔識講嘢㗎嘛。咁我話係啊。另外呢，你都可以睇到佢個講法係 Happy birthday at least that's what she thought he said。所以呢一句説話呢係小公主想像出嚟嘅喎。佢隻熊啤啤呢其實並唔識講嘢㗎，咁就更加證明呢小公主真係好孤單啊！佢成個生日 party 連一個真正識同佢講嘢嘅人都冇喎。即係我會從咁樣唔同嘅細節當中呢係會展開同佢講啦。另外呢，我都會問佢啦，你睇呢個小公主，佢呢本身覺得 birthday 係好開心嘅一日喎，但係當佢1年365日都慶祝 birthday 嘅時候，其實再特殊嘅日子都冇咩意義㗎啦。咁就好似你好鍾意食朱古力，但如果媽咪呢每一日都請你食朱古力，仲要話規定返呢你一定要食晒成碗嘅朱古力先可以去玩遊戲喎，咁你仲會唔會鍾意嘅呢？咁我個女就話唔會鍾意㗎啦，即係呢，通過佢自己生活中嘅一啲經歷呢，都同時幫佢解釋咗呢本書類似嘅道理㗎啦。咁當小朋友已經可以同你去討論返啲故事書嘅內容之後呢，其實家長就可以嘗試開始同小朋友進行一啲牌卡嘅遊戲啦。咁屏幕上面嘅呢一種牌卡講故事嘅工具呢，其實各種唔同嘅書局嗰度都有得賣嘅。甚至乎呢，你可以將一啲打印出嚟嘅看圖説話嘅嗰啲圖呢，將佢剪開啦，撈亂嗰個次序，睇下小朋友可唔可以將呢啲打亂嘅卡呢，按照一個正確嘅故事發展嘅次序排出嚟。同埋呢，都可以喺佢排好咗之後呢，就同佢提一啲問題啦，譬如話點解你會覺得呢一幅圖係第一個，嗰一幅咧係最後一張圖嘅？咁點解呢張圖要排喺嗰張圖嘅後邊嘅？咁睇下小朋友可唔可以同佢解釋到當中嘅一啲原因。咁你咧亦都可以同佢一齊分享你嘅觀察，譬如話你係因為一啲物品嘅出現嘅次序啦，或者一啲人物佢嘅表情變化啦，而判斷咗一啲故事嘅發展次序嘅，咁都可以將呢一啲你嘅觀察分享畀小朋友，亦都鼓勵小朋友咧同你分享佢嘅諗法。咁呢個階段咧就唔需要急住進行好完整嘅一張圖嘅描述嘅，其實個重點咧就係希望睇到小朋友或者幫到小朋友咧可以完成一個次序嘅排列，即係咧其實證明佢明白咗個故事嘅 logic。咁啱啱講到嘅咧就係關於小朋友對於故事嘅理解。咁除咗理解之外，佢都要有能力可以組織自己嘅語言去表達出嚟。佢對於故事嘅睇法。咁我哋要點樣練習咧？首先就係日常嘅生活中咧，家長同小朋友傾偈嘅時候都應該主動嘅用一啲關鍵詞啦、連接詞啦，譬如話因為、所以、首先、其次。咁我相信其實好多家長都應該已經做開㗎啦。除此之外咧，就係可以同小朋友多啲定時，譬如話一日啦，或者一個星期啦，一齊回顧下佢發生嘅事情。從由早至晚啦，或者從星期一到星期二到星期三啦，其實咁樣傾偈嘅過程中咧，就令到小朋友可以習慣按照事情發生嘅時間次序去排列去講述。甚至乎咧，如果週末嘅時候或者假期嘅時候，有出去玩，有影咗唔同嘅相，亦都可以將嗰啲相拎出嚟，同小朋友一齊去回憶。咁嗰日好有趣喎，去咗海洋公園或者去咗行山喎。我哋係去邊度行山啊？係咩樣嘅天氣啊？我哋遇見咗咩有趣嘅事情？有冇發生啲困難啊？你係點樣解決嘅？你個感受係乜嘢？即係多啲用呢啲方法去引導小朋友從佢最熟悉嘅日常生活中嘅例子咧開始形容。咁咧，當佢可以比較流暢嘅表達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嘅體驗咧，你再去請佢去表達圖片上面
可能未必同佢嘅生活咧有直接關係嘅事情，咁樣佢呢個 gap 咧就唔會咁大噶啦。咁當我哋咧可以做到對於小朋友嘅理解能力到咗一定程度啦，咁亦都有同佢慣長嘅去練習佢嘅語言組織能力，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開始真係去操練呢個看圖說話噶啦。咁就算係看圖說話咧，其實都要一步步嚟嘅喎，唔會話一開始就4幅圖就會好完整咁樣講出嚟噶啦，其實唔會嘅。我哋首先咧就要同小朋友先一齊捉出嚟看圖說話啲圖片當中嘅主要信息，然後咧再進行單幅圖嘅呢個形容，然後最後先係將唔同嘅圖片咧連成一個完整嘅故事。咁看圖說話嘅主要嘅元素係啲乜嘢咧？其實無非就係啲背景啦、時間、地點、人物、發生嘅事情、問題啦、事件啦、解決辦法同埋結局。咁通常對於慣常見到嘅4幅圖嘅呢個看圖說話咧，其實就係一幅圖一個要素噶啦，一幅圖背景，一幅圖咧係事件，然後就係解決，然後就係結局。咁我哋咧一開始係可以先幫小朋友咧將啲簡單嘅呢個4個要素咧，將佢攞出嚟同佢介紹嘅，或者係請佢同你分享嘅。呢個過程中唔需要添加太多嘅形容詞嘅喎，反而係着重請佢咧，或者幫佢一齊理解呢個講故事嘅時候，我哋要cover 到嘅呢個4個重點，即係請佢先拎出嚟，可以明白咗先，然後咧我哋再去添加一啲唔同嘅形容同埋細節啦。咁當小朋友咧明白咗呢4個元素，我哋咧再開始展開同佢討論咯。譬如話講起背景嘅時候，我哋會講時間，你係點樣知道個時間㗎？譬如話你係覺得係朝早，係因為咧太陽喺天上面，或者有啲雀仔，或者背景上面有啲雀仔喺度飛嚟飛去，或者有個鐘錶係指住個時間嘅，個地點。譬如話喺公園定係操場定喺學校，個地點你會點樣形容佢啊？係覺得好繁忙啊？譬如個公園係環境好靚啊，譬如話有好多樹啊，定好寧靜啊，定係好嘈啊？即係呢啲咁樣嘅環境，其實係可以形容下嘅。另外咧就係主要人物。譬如話個人物嘅外形啊，即係佢係長頭髮定係短頭髮，係女孩子男孩子，佢着住咩衫？之後咧佢係個心情係點樣樣嘅？係好匆忙啊，定係佢好開心嘅喺度行嚟行去嘅？甚至乎咧，你可以通過人物嘅呢個着衫咧，係可以推斷出嚟當初係夏天啦，定係冬天？即係其實可以幫助小朋友多啲觀察呢方面嘅細節。然後咧，發生嘅問題同埋事件咁係發生咗咩事啊？點解會發生咁樣嘅事？咁最重要咧就係要諗一諗事件發生之後，每一個主要人物佢嘅感受係乜嘢？有冇一啲具體嘅動作或者係表情咧，係反映到佢當時嘅行為啊，反映到佢嘅當時嘅心情？同樣地，解決辦法都係可以咁樣問嘅喎。有冇啲咩具體嘅動作表情？有冇啲咩工具去解決咗呢樣嘢啦？點解要咁樣解決？咁佢解決完咗之後，佢嘅感受係乜嘢？最後咧就講起結局，呢個係開心啊定係唔開心嘅結局？你覺得呢個故事其實佢最主要咧想話俾我哋知咩樣嘅道理啦？呢個咧就即係通過在小朋友理解到呢4個主要核心嘅要素之後咧，再同佢進行咁樣嘅討論，咁就可以幫助到引導到佢咧會開始思考一啲具體嘅問題，同埋可以更加仔細嘅觀察呢個圖片。咁喺進行呢啲討論嘅時候咧，家長可以用筆啦，幫佢將你覺得好重要嘅圖片上面嘅細節咧圈出嚟。
甚至乎咧，你可以幫佢編好1、2、3、4，按照呢個先後次序編好佢，然後請小朋友咧用手指指住呢啲圈、呢啲數字咧，跟住你一齊去討論啦。咁樣佢就可以慣咗用手指指住圖片嚟講，就唔會咁容易講漏嘢，或者係可能一幅圖一句説話講完就飛咗去第二幅圖噶啦。佢用隻手咧，其實指住咧，會幫佢自己喺講個過程中或者思考個過程中可以 slow down 少少。咁除此之外咧，我通常都會同小朋友講話，你會譬如話佢畀咗你4幅圖，其實你要講5幅圖噶喎，有半幅咧係你自己想像出嚟嘅加喺前面，有半幅咧其實係加喺後邊嘅。譬如話有一日一隻小猴子佢拎住隻蛋糕喺度行啦，呢個係圖片嘅第一張圖嚟嘅，咁你可以加半幅圖喺前面，係你想象中嘅，就係點解小猴子要拎住個蛋糕喺度行啊？係咪因為佢個媽媽今日過生日啊？咁然後後邊個半幅圖都係喎，當件事情解決咗之後咧，又發生咗咩事？咁其實呢兩樣嘢就唔會需要講得太長嘅，講少少就得㗎啦。但係咧可以其實係令到小朋友喺自己個腦入邊咧，將成個故事完整晒，亦都可以展示俾老師睇咧，佢自己嘅一個想像力㗎啦。當然啦，雖然我哋喺呢個訓練過程中會希望同小朋友分析到故事當中好重要嘅細節，但我哋唔可以旨意喺真正嘅講故事嘅過程中，佢係可以講晒所有嘢嘅喎。咁呢個就我覺得係比較對於呢個年紀嘅小朋友要求過高㗎啦。咁我哋講咗 cover 咗咁多嘅要素，同佢分析完咗之後，其實佢實際上自己去講咧，講到一半咧已經講得好叻㗎啦。咁呢個訓練其實我哋希望咧可以幫助小朋友形成一個觀察圖片同埋佢講嘢嘅次序上面咧，形成一種肌肉嘅記憶啦，令到佢喺面試嘅過程中好大壓力嘅時候，佢好想嗱嗱聲講完啊，之後就離開呢個面試場地嘅時候，佢可以控制到自己 slow down 少少，盡量嘅去 cover 晒啲元素。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同訓練過程中，你會發現好似成日呢啲又漏啲，嗰啲又漏啲，覺得好沮喪，就唔需要嘅。即係對於呢個年紀嘅小朋友嚟講，其實佢可以 cover 到一半咧，已經係好叻㗎啦。同埋咧，我哋唔需要咧好斟酌於小朋友一定要用某一種嘅形容詞、某一種嘅量詞或者某一種嘅形容詞啦，去形容啲特定嘅場景啊，譬如話草地啊，一定要綠色啊，或者係湖水啊，一定要寧靜啊。我覺得就唔需要嘅，反而應該鼓勵小朋友咧，用佢自己腦海中嘅一啲詞，即係包含咗佢想像力嘅詞語咧，去做一啲形容。咁樣成個訓練嘅過程咧，就唔會太過於緊張，令到小朋友有太多嘅挫敗感。咁呢度咧，我同樣係用咗2個例子嚟進行一個示範啦。咁首先呢度嘅5幅圖咧，其實係相對比較簡單嘅，因為佢每一幅圖入邊其實個人物都好大隻，咁佢個細節咧其實係相對比較少啲嘅。咁譬如第一幅圖，我哋會講時間啦，星期一然後地點啦，就係喺一座小山坡，一個小山坡上面，人物咧就係一個男孩子，係咪啊？咁除咗呢3個主要嘅要素之外咧，我就會圈出嚟個天氣喎，係星期一嘅早上係點樣嘅星期一咧？係一個天氣好晴朗嘅星期一。咁呢個男孩子佢着住咩樣嘅衫啊？然後咧，佢身上面或者手上面有乜嘢啊？譬如話佢嘅手上面攞住一頂紫色嘅帽，咁呢個係要圈出嚟嘅喎，因為咧呢個同後邊嘅故事情節咧好有關係嘅。咁甚至乎你可以將佢後邊嗰隻猴子都圈出嚟，話可能係佢嘅鄰居猴子啊，係咪啊？同佢咧就喺呢個返學或者放學嘅路上面咧就見到對方啦。咁呢個就係你可以幫小朋友圈咗出嚟一啲除咗大致嘅時間、地點、人物之外咧，係可以幫助到佢嘅細節，咁令到佢講嘅時候咧，可以用手指指住佢就會醒得起要講噶啦。咁第2幅圖都係一樣噶喎。咁呢隻小猴子咧，其實係偷咗呢個男孩子嘅帽，然後將佢掛咗喺一棵樹上面，係咪啊？咁但係咧，我就會幫小朋友圈咗出嚟。首先佢個尾巴，佢個表情，同埋佢點樣掛嘅。譬如話佢係用尾巴
呢隻小猴子用尾巴將自己倒掛住喺一棵好高嘅樹上面，然後呢，佢就一邊好調皮嘅咁樣笑住，一邊呢用一隻手將紫色嘅帽呢就掛咗喺下邊嘅樹枝上面。係啦，咁如果可以講到呢啲咁樣嘅細節呢，表情啊、動作啊，咁就令到成幅圖呢就會內容會講得更加豐富啲啦。咁喺呢個過程中，真係要幫小朋友習慣咧，用手指指住啲重要嘅嘢嚟講喎。因為呢，如果佢唔指住，喺佢好緊張嘅時候，面試嘅場景之下，佢就好容易呢，一幅圖一句説話講完就完㗎啦。咁如果佢用手指指住呢，其實係畀咗佢個腦袋一個 signal 話我要 slow down 啦嚇，我要講完呢3樣嘢我先可以 move on 嘅。咁同樣地，下邊嘅呢個例子呢，就相對比較難啲啦，因為佢每一幅圖呢係有好多唔同嘅細節。譬如話第一幅圖又係講緊時間喎，係朝早7:45。點解會覺得係知道呢個時間呢？咁我圈咗嗰隻鐘錶出嚟啦，係嘛？咁可以話廳入邊嘅鬧鐘上面已經到咗7:45咯。咁我又圈咗出邊嘅太陽，係咪啊？太陽已經升起啦。然後呢，喺呢個場景下邊呢，我哋除咗個主要人物係小男孩同埋媽媽之外呢，我亦都圈咗小朋友嘅小男孩嘅表情啦，同埋佢件衫。即係點解佢件衫好重要呢？因為呢，佢應該係趕住返學啊，係咪好匆忙啊？佢起身太遲啦，佢都未趕得切梳頭，同埋呢，佢件衫呢都好混亂咁樣隨便塞咗響條褲嗰度啦。然後佢個表情呢係佢好匆忙，同埋佢好緊張啊！佢好驚自己會遲到啊，所以佢就好匆忙佢衝咗出去間房門，都未趕得切同媽媽呢，都未趕得切食早餐。咁我哋如果圈咗呢啲細節出嚟呢，就可以幫助小朋友喺講嘅時候呢，引導佢去觀察啦，同埋包含呢啲細節喺佢嘅討論當中。但係當然啦，其實我哋唔會指意話小朋友真正喺講嘅過程中係第一次講就可以包含晒所有呢啲細節嘅，就好難嘅。反而係我哋要先幫佢圈起啲細節，令到佢慣咗咧用手指指住即係比較特別嘅天氣又好啊，物件又好啊，人物嘅裝扮又好啦，即係佢習慣咗去指住呢啲要素去講，然後咧再讓佢自己主動去圈出嚟佢認為重要嘅細節。然後仍然係咁樣指住講啦，再到後邊咧，佢慢慢可以唔使圈，直接用手指指住嚟講。咁呢個都要一步一步來嘅。但係我覺得我哋唔會需要話小朋友係第一次講嘅時候就可以講得晒啦。咁你都會預埋，其實一幅圖咧或者一套故事咧係可以攞出嚟用幾次嘅，從最簡單嘅用嚟分析故事嘅主要情節，到後邊呢，其實你一次又一次嘅增加唔同嘅豐富嘅呢個形容或者內容，甚至乎呢，其實家長都可以同小朋友玩小遊戲啦，譬如話做一個講故事比賽啦，咁然後呢，睇下邊個講到嘅細節多啲，咁家長有啲時候係可以特登留一啲重要嘅細節啦，睇下小朋友係咪可以捉到，咁如果佢捉到呢，佢又可以講返喺佢自己嗰一版嘅故事當中呢，其實佢就會好有成就感㗎喇。咁當然啦，最後都想講多句，其實看圖說話咧，佢唔係一次過即刻訓練就即刻會有效果嘅一件事嘅。其實佢係結合咗小朋友嘅觀察、理解能力、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其實係一個好綜合嘅體驗嚟嘅。咁都建議家長咧，其實先幫小朋友打好佢嘅基礎啦，喺理解同埋語言組織方面嘅基礎，然後先進行專項嘅呢個看圖說話嘅訓練。同埋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欣賞小朋友佢好多元化嘅表達方式，同埋佢好多元化嘅睇事物嘅角度啦，即係唔好齋用大人嘅標準同埋大人嘅認為啱嘅方式先係唯一一個正確答案嚟嘅。咁只要小朋友喺講故事嘅過程中有盡量嘅去講多啲細節，有使用到佢豐富嘅想像力咧，即使佢個故事嘅 setting 或者佢認為重要嘅點同大人嘅諗法唔同，其實我哋都應該係欣賞同埋鼓勵佢哋，而唔係話即係去打斷佢哋或者係批評佢哋噶啦。咁小朋友始終都係需要更加多嘅鼓勵啦，佢先有自信，先會更加肯講多啲嘅。
咁以上呢，就係我哋關於看圖說話嘅分享啦。希望可以幫助到各位家長。咁如果你哋對於我哋嘅 studio 有興趣了解更加多，包括我哋 Easter 同埋一啲恆長嘅課程，咁就歡迎諮詢我哋呢度嘅 WhatsApp 噶啦。咁希望我哋之後陸陸續續都會再推出其他相關嘅討論，咁希望可以一路對大家有所幫助噶啦。咁多謝大家。